自2023年12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主的同在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赛亚书40章12节到41章20节。啥人捌用手心量海水，用手掌测量天？啥人会当用杯堆大地的土粉，用秤仔称大山小山？啥人会当了解上主的心，做伊的导师，甲伊指导？啥人会当做伊的参谋，教伊正直的路？啥人会当教伊知识，指示伊明智的道路？伫上主眼中，列国不过是桶仔内的一滴水，是天平顶的土粉；海岛不过是极轻的尘埃。黎巴嫩的树林无够做柴烧，树林内的走兽嘛无够做烧化祭献。伫上主面前，列国无算什么，对伊来看，逐项拢空空无存在。安尼，你要用啥人来比拼上帝？你要用什么形象来代表伊？敢要用偶像？偶像不过是师傅铸造，金像用金甲伊包，用银链仔甲伊装搭。无钱通买金银的人，因就拣卖烂的好茶，找牛的师傅甲因裁袂振动的偶像。恁敢毋知，敢毋捌听见？对古早到今，敢毋捌有人甲恁讲？恁敢还袂明白大地安怎受创造？上主做王，坐伫大地的穹苍顶面，地上的居民亲像草莓，遐尼细。伊踢开天，亲像在拖毛犁；展开天，亲像在搭布棚。伊甲统治者拢拖落来，互世间的领袖消失去。因拄拄才夜整，拄拄才栽种，拄拄才定根落土。上主用风甲因吹，因就打去。因亲像草叶仔，互光粒仔风吹散。神圣的上帝问：你要用什么人甲我比？什么人会当亲像我？恁举头望天看觅咧，是啥人创造天顶万象？就是会晓算星辰的数目，带因出来，会晓一个一个叫因的名迄位。伊的权能气力大，连一个都袂漏交。以色列啊，你是安怎埋怨？雅各啊，你是安怎讲？上主毋知我受着的痛苦，上帝无关心我的权益。你敢毋知？敢毋捌听着？上主是永远的上帝，是全地的创造主。伊袂夜也袂sen，伊的智慧袂当测量。野善的人，伊赐因气力；软弱的人，伊互因能力。连少年人都会野会sen，勇壮的人嘛会忝甲倒落去。毋过，倚靠上主的人会得到新的气力，会亲像鹰鸟体势飞悬，因奔走袂野sen，行远路嘛袂昏倒。上主讲：众海士啊，着伫我的面前静静，
众人民啊，着重新得到快乐，着互因进前来申诉，咱做伙徛进前来辩论。啥人对东方兴起一个胜利者，互伊必战必胜。啥人将万国交互伊，互伊吞达自王，互伊用刀甲因赶散，亲像在扫土粉；用箭甲因消灭，亲像大风吹走麦果。伊对赶因非常顺利，一句仔就入着因，紧甲若阵骹无踏着地。是啥人互即项代志发生？啥人对起初就决定历史的动向？就是我上主，上起头我就伫遐，一直到上落尾我嘛会伫遐。郑海师有看到，真惊吓，对骨头嘛拢惊甲皮皮喘，因拢做一个组织活来，逐个人拢互相帮赞，彼此鼓励讲。着勇敢，目枪勉励银枪，制造五常的师傅鼓励拍钉仔的木枪。因对拍铁的讲，拍了真好，钉钉仔的将五常裁互稳固。毋过，你以色列，我的仆人，我所选立的雅各啊，你是我的朋友。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你是我对地的石头带来，对上远的角落调来。我有对你讲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有竞选你，袂去杀你。毋免惊，我不时甲你同在。毋免惊，我是你的上帝。我要互你坚强，要帮助你。我要用胜利的正手保护你。看咧，所有对你发大受气的人会闹开见笑，甲你相争的人拢会无去灭亡。对抗你的，你要找因嘛找无；挑战你的，因拢会消灭。因为我上主你的上帝扶持你的正手，毋免惊，我要帮助你。讲即句话的是我。你这个哪通的以色列啊，毋免惊！上主讲，我要帮助你。你的救赎主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你看，我要互你做摄五国的器具，是新过来有气的器具。你要甲大山踏甲碎碎，互小山变做哪粗坑。你要甲因拨，互风吹散，狂风甲因扫走，总是因会因为上主来欢喜，会用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做夸耀。散车困苦的人找水，找拢无，因会然后焦，喙齿渴。迄时我上主会听因的祈祷，我以色列上帝绝对袂放杀因。我要互臭焦的山顶开江河，互山谷冲出水泉。我要互沙漠变做水池，互焦燥的地变做泉源。我要伫旷野种片香树、金合欢树、中青树、橄榄树。我嘛要伫荒埔栽种青树、山树、黄杨树，互伊变做树林。安尼，人民看到就会明白，这是我上主的作为，因会体会、会了解，这是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创造的。上主会同在。笔者伫台湾东部牧会，每当落雨了，
好天的暗暝，总通看见满星星光灿烂。满月的时，海边有更较水的月光海通欣赏。无论褪只脚行过，予日光晒甲烧热的沙坡，看到海影拍上海岸，也是倒踮草坪，欣赏满天星光甲月光，总袂禁得赞叹上帝奇妙的创造。同时也袂禁得伫想，当我按地上仰望天顶，上帝阁是安怎咧俯瞰即个世界咧？当世界互强权控制，强大的国家掠夺其他的国家，弱小的国家备受侵犯，世界会歹，若像要占领一切。就伫人开始对所信仰的神感觉失望，感觉无受到保护时，先知发声唤醒众人对上帝的认捌。想看觅，有谁通甲上帝相比拼咧？咱所铸造的金像插头所雕刻的神明，会当赢过伊无？因无能力创造世界。抬头仰望天顶，看天顶的众星神，拢是上帝所造，佮按照上帝的命令排列。当以色列人掠做上帝无关心因的苦难甲冤屈的时，先知宣告：上帝是永恒的创造者，伊会当赐气力，予已经疲劳亚线的人。当因得要筋疲力尽的时，先知提醒：着倚靠上帝，因就会亲像鹰鸟气势飞悬，忘却疲劳甲亚线。这个世界的势力甲凶恶的刀剑，虽然强盛，却不得上帝的大能作为。这个话语毋仅对过去受苦中的以色列人讲的，也是对这个世代的咱得讲的。虽然时代背景有差别，总是上帝是超越时空限制的神。伊过去甲以色列人同在。今也相款甲咱同在，伫咱相款面对强权国家的权势威胁，直到得要筋疲力尽的时，上帝的同在要互咱重新得到力量。当咱掠做上帝简单会伫权位俯瞰，上帝却讲：我会甲你同在，伫你的身边，诚侪你的气力甲帮赞。毋免惊，我甲你同在，我是你的上帝，你要惊什么？上帝真实临在踮伫咱中间，就亲像伊过去，互沙漠中有江河，互干燥的地有水源，栽种树木，互人安居。伫看起来若无生命气息的地出现江河水泉，有食物生长，互人一看就知影是上帝互新生命发生。上主的同在，毋是要彰显新业技术，反倒是要开启咱的眼界，去看见伊伫任何微细的所在的作为。上帝的同在，互咱伫松灵平常的生活中，发现其中的不平凡，互咱伫家己掠做无法度面对的忧患困境中，有人陪伴，伸出手，互咱气力；互咱伫家己掠做孤立无援的时，有声音对你讲：我伫你的身边，你袂孤单。日想，上主的同在伫我的生命中带来甚物款的改变？我会当伫每日的生活中
经历上主的同在无？上主的同在伫我的生命中带来甚物款的改变？我会当伫每一个生活中经历上主的同在无？咱来祈祷。独一无二的上主，我为着会当伫你所造的世界生活，搁经历你的同在所带来的力量，献上感谢。我深知你毋是踮权位俯瞰我，反倒转是时刻甲我同在。为着安尼，我献上感谢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